大家好，而家都仲係新正頭。我首先恭祝大家咧馬年係龍馬精神啦，馬到功成，馬年行大運。咁我係要再次代表私隱專員公署咧，係多謝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係合辦今日呢個研討會啦。咁同埋好多謝係得到教育城嘅支持。咁我頭先都同朱校長講，朱校長真係好多 fans 啊！咁今日咧係參與嘅教育嘅同工咧係接近係800人嘅。咁我亦都係好多謝咧係朱校長啦、周副校長啦、雷總監啦，喺百忙之中係抽空咧係出席今日嘅研討會，係作為嘉賓講者嘅。咁我喺呢個環節咧，我係會同大家講講人工智能喺教育界咧係應用嘅最新發展嘅趨勢啦，同埋學校使用人工智能嘅時候，可以點樣去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呢？咁首先講到趨勢啦，咁大家睇下呢個投射片。投射片嘅左手邊咧就顯示咗一個全球性嘅調查。咁根據呢個全球性嘅調查咧，全球嘅機構喺採用人工智能方面咧，喺近年咧係有大幅上升嘅趨勢嘅。咁呢個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啦，喺2017年全球嘅機構咧使用人工智能只係大概得2成到。咁但係去到舊年2025年咧，使用人工智能嘅機構咧已經係接近8成㗎啦。咁喺生成式 AI 方面咧，喺呢幾年更加係有一個大幅上升嘅趨勢，由2023年嘅大概3成到啦，係升到舊年嘅超過7成。咁呢個升幅咧都係相當多嘅。咁另外咧係亦都有研究咧係指出 AI 教育市場嘅規模咧係會急速咁擴張。咁大家睇翻呢個投射片嘅右手邊啦，你就會睇到2025年根據呢個調查咧 AI 教育市場嘅規模咧係達到70億美金嘅。咁但係去到2033年7年之後咧，嗰個規模係會去到820億美金，即係差唔多係超過咗10倍。咁呢個升幅亦都係相當驚人嘅。喺香港嚟講啦，香港嚟講咧就最近咧就團結香港基金咧就係做咗一個調查嘅。咁呢個調查咧發現咧喺香港有超過90%嘅中小學嘅老師啦、學生啦都係用緊 AI。咁呢個比例係相當之高嘅，甚至有學生表示，如果唔用 AI 去學習咧，佢哋都唔知道點樣學習。咁有一個有趣嘅發現咧，就大家睇翻呢個圖表嘅右手邊咧，咁原來大部分嘅老師同學都係用緊 POE 啦，同埋 DeepSeek 嘅。咁但係有一個有趣嘅現象咧，原來有超過60%嘅學生係用緊豆包。咁但係你睇翻老師黃色部分嗰邊咧，只係有大概1成幾嘅老師係用緊豆包。咁呢個我唔知係咪一個世代差異嘅情況啦。咁大家可能教育嘅同工，大家教育界嘅同工可以俾一啲意見啦。咁喺呢度咧，我亦都想分享幾個喺教育界方面使用 AI 嘅例子。第一個就係生成教學嘅資源啦，例如用 AI 去設計一啲教案啦，或者係設計一啲簡報啦，做 PowerPoint 啦，或者草擬一啲功課嘅題目啦，甚至係考試嘅題目啦。咁亦都可以係支援行政嘅工作啦，例如編寫一啲課程表啦，係管理一啲或者係一啲組織一啲譬如政府嘅公告啊，或者係指引啊咁樣。咁另外個情景就係評估學習嘅情況啦。例如用 AI 去幫手點改卷啦，改下作文啦，俾一啲建議啦，俾一啲指導啦，或者係用 AI 去分析學生嘅學習進度啦，做一啲大數據啦，分析下學生嘅能力啦，同埋就住學生做錯嘅題目咧，係生成一啲特定嘅題目，等學生可以反覆咁樣去練習啦。
第三個例子咧，就已經有學校都係用緊㗎啦，就係用 AI 去提供一啲個人化嘅學習嘅平台。咁而呢啲平台咧，就可以針對每一個同學嘅進度啦，係提供一啲係練習俾佢哋做啦。咁亦都老師咧可以係加入一啲思考題啦，係唔係話直接俾一啲答案俾學生嘅？咁呢一方面咧，學生亦都有一啲回饋啦，就係話呢啲平台好似係一啲私人老師、私人嘅補習老師咁樣喎。咁但係頭先講咗幾個用例啦，咁用 AI 有冇風險啊？當然有啦。其實喺美國一個大學咧，咁呢個例子咧就有關一個美國嘅東北大學 Northeastern University。呢個東北大學咧就有一位教授就用咗 AI 咧，就係去製作一啲教材。因為頭先我都有講啦，AI 可以幫手去製作一啲教材啦。咁但係呢個教材入邊咧，學生就發現啦，入邊有一啲好似 AI 指令嘅嘢喎。咁實際嘅指令係點咧？根據媒體報道咧，呢個指令就係咁嘅：擴展所有內容，提供更具體和詳細嘅説明。咁另外學生亦都發現，除咗呢啲 AI 指令之外咧，嗰啲圖片，咦點解呢啲人有6隻手指嘅咧？咁亦都有一啲文字咧係完全係錯誤嘅喎。咁呢啲學生咧就提出一啲投訴啊。咁點解咧？因為原來呢間大學咧，呢間東北大學咧就唔俾學生用 AI 嘅，當時就唔俾嘅。咁但係老師教授就自己用咗。咁學生就覺得，咦呢個雙重標準喎，我交學費咧就要係真人教授嘅喎，就唔係話揾個 AI 嚟教我嘅喎。咁所以就要求點啊？要求係退翻呢個昂貴嘅學費。咁當然咧，校方收到呢個投訴之後咧，校方咧就並冇係退款嘅，佢係駁回退款。咁但係都因應呢個投訴咧，校方咧就係制定咗 AI 使用嘅內部政策。咁同埋要求所有老師教授咧要注明，如果你係使用 AI 嘅時候咧，就要寫清楚你係使用緊 AI。咁同埋要審核呢個內容嘅準確性。咁其實我哋係研究咧，亦都發現到有一啲媒體報道咧，呢個都唔係一個單一事件。喺美國另外一間大學咧，就係 University of Southern New Hampshire 嗰度咧，亦都有一個事故咧，老師即係呢個教授咧，亦係用 AI 去點啊改卷。呢次就改卷。咁相關嘅學生咧就係上呢個人類學嘅線上課程。咁其實呢個學生咧嗰個評分咧就好高嘅，佢攞到 A 級嘅成績。咁但係當佢收翻個評語嘅時候咧，佢就反而好嬲喎，因為評語入邊咧係加插咗一啲呢個教授係指示呢個人工智能 ChatGPT 嘅對話。咁佢就向 ChatGPT 就寫咗一句：麻煩你俾一啲非常正面嘅評價。咁結果咧就呢個學生又係好嬲啦，即係覺得咦點解係 AI 改卷就唔係話老師改卷？咁雖然事後咧老師都有澄清，佢係有睇過呢一份卷，咁但係學生咧始終都係要投訴。咁呢一位學生咧其後基本上咧仲退咗學，轉咗去第二間大學添。咁所以呢啲例子咧都正正顯示咧，大家喺教學使用 AI 嘅時候咧，都真係要考慮埋有關持份者嗰個睇法，或者佢哋有可能嘅反應。咁等陣間我都會講到嘅，呢個係一個管治方面嘅考慮嚟嘅。咁除咗呢啲風波之外咧，咁其實使用人工智能亦都會帶嚟一啲私隱嘅風險。咁喺呢個投射片上高咧，我就羅列咗幾個主要嘅私隱風險啦，就包括資料外泄嘅風險啦，資料收集過量啦。因為好多時呢啲 AI 系統，因為佢係靠數據去訓練㗎嘛，咁所以你話收集嘅數據係咪會過量呢？資料嘅使用啦，同埋資料嘅準確性。咁喺資料使用方面，譬如你話係一個校園嘅環境、學校教育嘅環境，可唔可以用學生嘅個人資料去訓練人工智能系統呢？
咁喺呢度咧，我想簡單咁指出，私隱條例咧就係原則性為本嘅。我哋私隱條例咧就冇話你唔可以做咩嘢，或者你係可唔可以喺一個特定嘅情況之下用一啲個人資料。咁但係私隱條例有講明，如果你係要用呢啲個人資料去做一啲某啲目的嘅話咧，你就要喺收集嘅時候話翻俾當事人聽。譬如話你要喺收集學生嘅個人資料嘅時候，你就要話翻俾家長同埋監護人聽。我收集咗之後呢啲資料咧，我就係會用嚟訓練人工智能系統。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收集嘅時候冇講，我之後想用嚟訓練人工智能系統得唔得咧？咁呢個咧你就需要係攞翻家長或者監護人嘅同意啦，因為呢個咧係會構成一個改變目的嘅改變資料使用嘅目的，咁所以你就要攞翻佢哋嘅同意啦。咁如果冇攞同意嘅話咧，就分分鐘咧就係違反私隱條例嘅規定。咁至於資料嘅準確性，咁呢方面咧，我相信大家老師或者校長咧都會理解到嘅。好多時人工智能生成嘅結果咧未必準確嘅。譬如話幾個月前大概半年前，我問一個人工智能嘅聊天機械人，香港嘅私隱專員係邊個咧？咁佢又答得好快啊！但係佢嘅答案咧，佢就會答係陳茂波。咁呢個答案好明顯係錯嘅。咁我亦都話俾佢聽，答案唔啱喎，錯咗喎。咁佢亦都答得好快嘅。佢第二次答嘅時候，差唔多都唔使以秒速答翻我，對不起，我錯了。咁我當然唔會再話俾你聽係邊個啦，因為我亦都無謂再教佢。咁呢個所以咧，亦都凸顯咗一個資料準確性嘅問題。好啦，落到嚟咧，我就會介紹下呢個深偽技術，因為現時嚟講咧，過去嗰大半年咧，其實 AI 人工智能深偽技術咧都引起好多嘅討論。咁喺學園嘅環境咧，其實我相信都有好多教育嘅同工咧，都已經開始係使用呢個深偽技術。咁深偽技術咧係咪一定唔好咧？其實就唔係嘅。深偽技術可以係有建設性嘅用途。例如，大家可以用深偽技術去譬如話重現一啲教學嘅環境場景等學生咧就係可以用更具呢個沉浸感啦。譬如話唔同嘅 role play 唔同嘅角色啦，咁亦都係等學生更加學習起上嚟，更加有趣味性啦。例如譬如話將赤壁之戰咁樣真係展現出嚟成個場景，咁學生咧學習起上嚟係更加有趣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全球性嚟講咧，唔淨止香港，都時不時有一啲個案咧，就係喺一個學校嘅環境，利用深偽技術嘅咧，係進行一啲濫用或者甚至惡意嘅網絡欺凌騷擾咁而濫用嘅情況咧，亦都包括譬如話形象性暴力啦、詐騙啦、製作一啲假嘅新聞啦，或者係甚至發放一啲虛假嘅訊息。咁喺今年大概1月份度啦，其實亦都有廣泛嘅報導，就話一個人工智能係聊天機械人嘅品牌啦，即係呢個 Grok 嘅品牌啦，係好容易俾用家生成一啲色情嘅內容，包括一啲未成年人甚至係兒童嘅色情內容。咁呢個咧，其實喺世界各地咧都引起監管機構嘅關注。咁而喺香港嚟講咧，我哋私隱公署咧係喺2月份咧都聯同咗60個其他環球世界性嘅私隱嘅保障機構或者資料保障機構咧，我哋都發出咗一個聯合嘅環球嘅聲明。咁呢個聯合聲明咧，主要就提醒返開發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嘅開發商啦，同埋用戶咧，都真係要合法同埋有負責任咁樣去用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咁同埋我哋咧，亦都係建議咗一系列嘅措施咧，係要求佢哋咧係採取呢啲措施去保障未成年人嘅基本權益咁樣。咁呢個行動咧，我哋仍然係跟進緊嘅。咁而為咗應對濫用人工智能深度偽造技術咧，
公署咧喺12月咧，亦都出咗一個給學校同埋家長嘅錦囊。咁喺呢個錦囊入邊咧，其實我哋咧就係喺羅列咗咧，就而家投射片上高咧就係5個大範圍。咁5個大範圍咧，時間關係咧，我就係會重點介紹一下。譬如話常見嘅深偽技術有邊幾種咧？咁呢度咧投射片就列出咗5大種類。換面啦，即係將一個人嘅面換成另一個人嘅面啦。面部再現，即係將一個人嗰個面部表情直情係 duplicate 咗、複印咗，然後加諸於另一個人嗰個面部表情上高，好似佢咧就作出咗呢啲面部表情出嚟。咁其實全部都係假嘅。咁另外就係人面生成啦，呢個比較易理解啦，即係根本冇嗰個人，但係咧就生成咗嗰個人嗰個樣。咁另外就係同步口型，即係將一個聲音嘅檔案咧，亦都係加諸於一個譬如話名人嗰個面部表情嗰度，令到呢個名人咧好似講咗呢一句説話。例如譬如話我哋嘅財政司司長就係去推銷一啲高回報嘅產品，咁呢個咧就係同步口型。咁另外就係語音模仿啦。如果人工智能佢只需要有你一個好短嘅對話一個錄音，佢就可以將呢個錄音咧係扮係你啦，打電話俾你個屋企人，或者扮係你係講咗一個聲音嘅檔案出嚟。咁呢個都係一個深偽技術嘅種類嚟嘅。咁點樣去預防濫用或者製作惡意嘅深偽內容呢？喺呢個錦囊或者指引入邊咧，我哋係提出一啲建議嘅建議，譬如學校咧可以考慮咧，盡量減少發布一啲可以清晰、可以清楚咧識別到同學嘅影片或者係相片。咁另外咧，如果真係要擺相嘅時候咧，考慮下將呢啲相影片就擺喺學校嘅內聯網或者一啲家長嘅平台咁我哋嘅指引咧，其實就唔係話一刀切，學校咧一定唔可以喺一啲公開平台擺相，只不過我哋就提出咧，就建議學校咧每一次係譬如話擺一啲高清嘅相，或者係一啲好近照嘅時候，都要真係諗諗，係盡量平衡翻私隱嘅考慮同埋發放資訊嘅考慮。咁當然啦，如果校本有其他嘅考慮，咁我哋都係會尊重翻校本嘅考慮。咁同埋咧，我哋覺得咧最緊要就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擺同學嘅相，咁你係需要攞翻家長或者監護人嘅同意。咁如果攞咗相關嘅同意嘅話咧，再擺翻呢啲相咧，就喺私隱條例嘅角度嚟睇咧，就冇問題嘅。咁而我哋喺呢個指引入邊咧，亦都係提出咧，要留意翻相關平台嘅安全性啦，要制定應變計劃啦，例如係要制定一啲清晰嘅程序啦，組織一個危機處理嘅小組啦，咁亦都要加強培訓。加強培訓咧，除咗譬如話加強培訓教職員之外咧，亦都要同學生咧係提供一啲工作坊，令到學生咧係提高佢哋嘅意識啦。除咗技術上嘅意識，亦都技術上嘅能力啦，亦都係一個守法同埋負責任嘅意識。咁喺呢度咧，我就略略舉幾個例子啦。譬如話擺相，例子一個咧就正面，一個就側面或者係冇咁高清嘅。咁當然係右手邊嗰個相就擺上一個公開嘅平台係會比較好啦。例子二，亦都係幾個學生，咁然後佢哋正面相，咁另外一個咧就比較遠景嘅，就睇得個樣冇咁清楚嘅。咁當然亦都係右手邊嘅相係上載喺一啲公開平台咧就比較好啦。例子三，咁我哋亦都睇到好多學校咧，亦都會因應學生有好多成績攞得好好喎，咁亦都想表揚一下。咁如果話擺佢哋嘅樣係唔係唯一嘅選擇咧？會唔會話都考慮譬如可唔可以擺佢哋嘅成績表或者係一啲獎杯嘅相咧咁樣？咁而例子四咧，亦都係啦，可唔可以話唔擺一啲好近鏡嘅相，而擺一啲遠鏡背後影側面影嘅相咧？咁呢個係供大家咧去考慮一下。咁如果萬一真係發生深偽事故，學校又應該點處理咧？
咁喺我哋嘅錦囊入邊咧，我哋亦都羅列咗一啲考慮嘅因素。因為發生心藝事故嘅時候咧，好多時學生咧就可以係受害者啦，佢亦都係可以係犯事者啦，或者甚至係兩個身份都係。咁但係無論佢咩身份咧，我哋覺得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已經係受傷㗎啦，已經係一個受到傷害。咁所以咧，優先應該要考慮受影響同學嘅福祉，無論係學校嘅角度也好，家長嘅角度也好，都要諗諗學校同學嗰個福祉點樣去保護係最好嘅咧。咁亦都要妥善保管相關嘅證據，係要依循翻需要知道嘅原則啦，保密嘅原則，就唔好話將呢啲心藝生成嘅內容咧係周圍去傳閱。咁亦都要教翻個學生咧停止分享啦，要指示翻學生唔好再分享，盡快將呢啲內容係刪除。咁發現呢個事故嘅老師咧，就要將呢個事故係報告俾上級嘅老師啦、學校管理層聽啦，甚至校董會知道啦。咁而調查方面咧，亦都要睇睇相關資料所影響嘅資料當事人究竟有冇佢嘅同意咧？係咪冇喺佢嘅同意之下生成咗呢啲內容咧？咁亦都要通知受影響同學嘅家長或者監護人，同埋清晰咁向呢個製作者或者係一個發布者係話俾佢哋聽，有可能嘅法律後果係點樣。咁如果話真係涉及一啲刑事罪行嘅咧，都要考慮要唔要向警方作出查詢，或者亦都好歡迎大家咧。如果佢話係濫用一啲個人資料嘅話咧，就向我哋係作出查詢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幫到手啊。咁喺過去幾年咧，因應人工智能咁快嘅發展咧，其實私隱專員公署咧亦都發布咗一系列嘅指引。咁時間關係咧，我喺呢度咧就會比較重點咧，同大家介紹下中間嗰兩份指引。一份咧就係人工智能個人資料保障模範嘅框架，咁另外一份咧就係僱員使用生成式 AI 嘅指引清單。咁首先講到呢個僱員使用生成式 AI 嘅指引清單，呢一份咧其實係幫助機構咧，就包括學校咧，係去制定一啲內部嘅 AI 政策或者指引。因為現時嚟講咧，我都知道啦，政府亦都俾咗50萬啦，就每一間學校去發展呢個數字嘅教學人工智能嘅教學。咁喺發展呢個教學嘅同時咧，其實老師我都覺得大家都辛苦啊！大家又要再學新嘢，又要學完之外咧，仲要係教翻啲同學仔點樣去用。咁但係成個學校嘅環境用 AI 咧，其實我哋會建議咧，第一步真係要諗諗嗰個內部政策或者內部指引係點咧。咁如果大家都真係想做翻一個內部政策或者指引咧，就可以參考我哋呢個指引清單。因為我哋指引清單咧就好簡單，大概3版紙度。你就好似跟翻個清單一個 checklist 咁樣，好似執藥咁執，咁就可以做出你哋自己嗰個 AI 嘅政策或者指引。咁我哋指引建議嘅內容咧就有5大個方面嘅。第一就係使用 AI 嘅範圍，第二就係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啦，第三就係合法同埋合乎道德嘅使用同埋預防偏見啦。咁呢個特別係一啲譬如話特殊學校或者你哋有一啲 SEN 嘅同學咁呢個特別要留意啦。因為好多時譬如話 AI 生成嘅結果呢個結果會唔會話對一啲同學製造成一啲偏見咧？會唔會話令公眾覺得有一啲誤導或者偏見嘅成分咧？咁呢個大家要小心嘅。咁另外就係數據安全啦，同埋違反政策或者指引嘅後果。咁我喺呢度咧就時間關係啦，重點介紹一下。喺用 AI 嘅範圍方面咧，我哋指引講到咧，首先其實嗰個政策咧要講到獲准使用嘅工具，究竟係用咩工具咧？即係第一個問題啦。譬如話我喺呢間學校入邊用 AI，咁係用一個公開嘅工具抑或係一個學校自己開發嘅工具咧？咁我知道都有一啲學校咧，其實佢係有好多學校嘅，咁佢可能自己都有一個內部嘅平台。
咁亦都會用一啲內部嘅 AI 工具。咁呢個內部嘅 AI 工具咧，其實好多時咧內部咧係會嗰個安全性啊係會高過一啲公開嘅平台，因為公開嘅平台咧，佢其實就攞咗你嘅資料去訓練佢個 AI。換句話講咧，你嘅資料咧就去咗去嗰個 server， 即係去咗個大海嗰度。咁但係如果話內部開發咧，好多時候我相信第一間雷總監可能都會講嘅，嗰個資料咧就會留翻喺 on-premises 或者你自己嘅伺服器嗰度。咁嗰啲資料咧就唔會話去咗個大海嗰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政策咧就要講清楚，究竟譬如話教職員或者甚至學生可以用 AI 嚟做咩用途咧？係唔係話總結資訊可唔可以用嚟改卷咧？咁又可唔可以用嚟做譬如生成一啲考試題目又得唔得咧？咁呢啲咧其實應該喺個指引喺校方嘅層面咧就要諗下係咪俾。如果係俾嘅話咧，就要寫翻出嚟。咁如果唔俾嘅話咧，當然最好亦都應該咧一早講清楚。咁第二方面啦，就係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咁呢方面咧特別要留意嘅咧，就係獲准輸入嘅資料種類同埋數量。特別係學校，我覺得第一個問題都要問下自己，俾唔俾輸入學生嘅個人資料咧？咁呢方面如果唔俾嘅話，譬如話係特殊學校，咁啲學生亦都係啲 SEN 嘅同學，咁呢方面都真係要小心。如果唔俾嘅話咧，就要一早講清楚，話翻俾教職員聽。呢啲資料咧，我哋就唔會輸入嘅，或者我哋輸入嘅時候咧，就會以一啲代號去代表咗個人名咁樣。咁另外就係要考慮輸出資訊嘅獲准許用途，即係生成出嚟嘅資訊。咁呢啲用途係要點咧？可唔可以製作成一啲公開嘅報告咧？或者係內部分析嘅報告咧？咁呢啲報告又俾唔俾家長睇咧？又會唔會話翻俾同學聽咧？咁如果呢幾方面嘅考慮大家都做得好嘅時候咧，我相信就可以避免咗呢個東北大學或者係另外一間美國大學嗰啲風波啦。咁另外嗰個政策咧，亦都要講清楚，學校嗰個儲存嘅資訊咧係應該跟翻資訊管理政策去儲存，同埋訂定翻學校嗰個資料刪除嘅政策，去跟翻嗰個政策去刪除相關嘅資料。好啦，到最後呢個介紹嘅指引咧，就係人工智能個人資料保障模範框架。咁呢個框架咧，我亦都好建議大家咧去參考一下。點解咧？因為呢個框架咧就係羅列咗一啲管治嘅考慮。咁而呢個框架咧，我哋咧就係盡量咧就係用一個跟翻個商業流程去提出我哋嘅建議。譬如話由你採購一個 AI 系統開始，去到你使用、定製同埋點樣同持份者溝通，每一個方面咧，我哋有咩管治考慮咧，我哋都羅列咗出嚟。咁喺呢個投射片上高咧，我就好簡單用一張圖表咧，就係講翻呢個指引入邊咧有4個環節，我哋咧就係4個流程啦，就係講翻應該要點做。譬如話，第一就係要制定 AI 嘅策略同埋管治；第二就係要進行風險評估啦；第三就係要實行呢個 AI 模型嘅定製啦，同埋實施呢個系統；第四咧就係同持份者嘅溝通同埋交流。咁呢個4個環節咧就唔係單向嘅，咁要視乎持份者嘅反饋啦，咁就要再審視相關嘅風險。咁呢度咧就我簡單講一講成個流程啦。譬如喺第一部分，我哋就會係建議翻點樣去制定個 AI 策略咧，即係要考慮啲咩咧？採購嘅時候嗰個管治嘅考慮係有邊幾方面咧？管治架構可以點做咧？另外就係亦都要培訓同埋令到真係使用 AI 嘅人員啦，或者係教職員咧，係加強佢哋嗰個認知嘅。咁另外第二部分咧，嗰個風險評估方面咧，我哋係建議咧採取一個風險為本嘅方式。咁而家基本上咧，全球性，如果你話使用 AI 冇共識，咁呢個係假嘅。其實有些少共識走出嚟嘅，其中一個共識咧就係風險為本。
最好用一個風險為本嘅方式去評估你使用 AI 工具帶嚟嘅風險係點樣。譬如話，如果你覺得個風險係高嘅，咁你就要用一個人在環中嗰個政策啦，即係每一個決策嘅過程入邊咧，就要保留一個人嗰個控制權啦。咁另外就係喺定制實施個 AI 系統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提出有關3方面個管治考慮：數據準備啦、定制個 AI 啦，同埋管理同埋持續嘅監察。數據考慮方面，譬如話嗰個數據要確保佢嘅準確性啦、可靠性啦、公平性啦。咁喺定制嘅時候都真係要測試啦、審視成個 AI 系統有冇出錯啦，留意翻佢嗰個數據安全啦、系統安全啦。咁呢方面咧就其實都有啲笑話㗎。喺海外亦都係譬如話嗰個 AI 系統都冇試得清楚，咁就推出咗。咁結果咧就搞到成個生意咧都要停機咁滯。咁最後啦就係同持份者嘅溝通同埋交流。咁呢度咧就好易理解啦，都真係要話翻俾持份者聽，你係用緊 AI。譬如你話老師用緊 AI 改卷，或者老師用緊 AI 去製作一啲材料，咁我相信咧其實提升個透明度啦，同埋避免學生或者甚至家長投訴咧，都最好咧係提升嗰個透明度。咁我嘅分享咧就暫時到此為止啦。咁等陣間咧就會有一個問答環節，我亦都係好歡迎啦，大家係提問。咁我會喺問答環節咧再解答大家嗰個問題嘅。多謝大家。